中岛啊，看搭最久的观众朋友啊，就会有一个死板的印象。啊，嘛个死板的印象。这2、3年去到台东啊，总係會有一個動情呢，在屁咧啊，嗡嗡呢。不過人嘅觀音唔錯噶，內行嘅人聽說有談過一句話，嗰就係3分濃7分蹦，也就係人講嘅啊，濃嘅人有30嘅功力，嗰蹦嘅人就要有70嘅功力，按樣嘅吊搭才係最強嘅。錯，係有按樣嘅講法，3分濃7分蹦。不過啊，呢種講法啊，適用到一般嘅表演者，像我2、3去到台東啊，也算係貼片咧。啊，你係貼片咧？大家一看就知啊，當然係愛嚇真，唔嚇昂啊。冇可能，我冇可能比你嚇昂。還唔承認，就那個哦嚇死人嘅智商，講到了哈，大到嚇死人。啊，我智商大到嚇死人。我都個呀唔甘願不服啦，我也凊彩出幾題，我保證答唔上來。哦，我讓我靠智力測驗得來呀。好，開始哦。也第一題，學講話非常的簡單，忘出啦，不講啊講乜嘅話，唔好重複啊講嘅第一隻詩。哦，我要反查唔講話了句話嘅第一隻詩哦。咁簡單啦。好，也就開始啊哈。今晡日頭下日講講嘅節目當好看，見比人哋較細要嫌阿姨，比還有比人哋較大嘅沒有嫌阿姨。韓你嘅阿妹係咩人？你嘅阿妹係咩人？你嘅阿妹係咩人？個冇嘛要偏係啊！你正經講錯嘅呢？冇樣出題目嘅啦。還欠的哦。那樣凊彩出題目，下面人未欠。我講，你靠你智力測驗出啲題目係較正經的喂。唉，聽正經的樣，我驚我答唔出來。有冇有可能？好，再來哈。人講呀，1萬1撇，下晡1隻橋，你乜個呀？1萬1撇1隻橋，禿塞。喲，會呢？你要係喏，我諗講啦，你1撇喺東上去啊，就禿腰。哦，嘅人知啦哈，嘅3隻塞同乜個？累3隻木3隻水禿貓3隻橋禿片3隻牛禿本。 3隻葉。唔認識呢1、3，你都唔認識？咩，你好點點，我也變態去嘅咯。1、3，一般為數你就唔記得咧，嗰種係講唔啱啊！咩嚟講？嘿，你啊地位都要撈嘅啦，嗰種人講嘅啊，腦筋急轉彎，咩生意嘅咩？不管地步係咪有撈嘅，中國人嘅腦筋係真靈得嘅。哦，我要較注意嘅啦。好，今日有人再來一題，嚇夾得位哦。好啊，唔講夾，我就回答到夾啊。好，開始講乜嘅東西做得實，做得靈，還做得錯。乜嘅東西做得實，做得靈，做得錯。乜嘅東西錯？我啲幾嘢餅，幾嘢餅？係啊，幾嘢餅做得實啦，係冰糖叫用得起就做得靈啊。嘅錯咧，嚇？錯啊！幾嘢餅做得錯係？咩？佢天時當然買10個幾嘢餅，俾我等你好就做得錯當兩雙哦。烏龍怪節，唔是唐人有講過嘅啦。啊，唔錯啊。當然唔錯嘅呀。佢答案起碼睇唔過。答案就係啊，麵包、牛奶、胖蛋。 3項哦。我講得幾清楚誒，乜嘅東西做得實、做得靈、做得錯，我冇講係一項啊。看啦，睇啦，23年啊，還要尖門啊。多數係講反應慢，頭腦冇精靈啦。你撩人哋把戲哦，捱咩曉啦？捱出題本哦，你答唔出來啦。係啊，想我出題就靠捱哦。係啊，來啊，阿門啊，一台海呀，有幾多隻鏈呢？就4隻。連個 U B 嘅加上去5隻，阿仔，連 U B 嘅你也想到了？又有乜嘅呢？答案就係5隻，我講錯嘅啊？唔係講錯，跟係滿地都係咪滿題嚟？哦，唔係講錯嘅，係要啊，係要啊，跟沙定來嚇。我講一台車有5隻鏈呢，啲路行行啊行啊，渡到一隻太闊嘅，立下係頂跌係一隻，係有幾多隻鏈呢？4隻，唔錯，半5隻鏈呢？ 因為有可能5隻鏈呢，正常嘅跌梯隻當然存4隻嘅呀。我係諗過
一台茶诶，拉到一只佛咧，顶跌起只，我讲嘅係天父嘅頂咧跌起只，嗱呢啲有乜講咧？唔係呢啲，還有唔只。哈，唔講嘅頂，係茶頂哦。我講嘅當前處嘅啊，係茶頂啊，啊呢啲本本唔只啊。哦，咁安樣唔生啊？嗬，你頭講嘅啲老人出一題很難呢。嗬，講有一台12號嘅公車，你去開始係啊？到中站出發嘅時間係63年。到下一站的時間，上來20年，下去13年；到下一站的時間，又上來30年，下去40年；到下一站的時間，又上來19年，下去70年；到下一站的時間，公車司機過站無停；到下一站的時間，上來13年，下去70年；到下一站的時間，上來60年，下去13年。請問呀，11號嘅公車，好在我細細嘅時間有練過心算，一共經過幾多站？啊？你咩問有幾多少年啦？冇問幾多少年，冇人經過幾多站？開嚟呢個算有幾多少年啦？幾多少年？我要係唔算幾多少係？我要係唔算係嚇？我問乜嘅人就講乜嘅呀？哦，我問到唔講事，佢當然做唔得咧呀。好啦，過來，過出一題哦，幫我雙數啦，好冇？再出一題係冇問題啦，不過要不要賭到乜嘅東西？你賭乜啊？就賭一隻豬耳公。唔知豬耳公咧？咩啊？你輸睇咧嗬，就留一隻豬耳公割崩崖。跟係個崖樣似的。當然就留一隻豬耳公玩咯。你樣嚟講就崖是佢係啊，好啦，冇睇緊咩生意啦，冇樣啦，按住嚟賭一碗牛肉麵啦，唔看有吧？要帶錢嘛？有啦，要帶啦。哦，嘅我開始了。好，我問乜嘅東西？3頭2耳8隻腳，像一隻木豬。乜嘅東西3頭2耳8隻腳，像一隻木豬？你係乜嘅？你係乜啊？那就怪物章魚。啊，錯咧，就係怪物答案。呵，人家答案就係怪物咯。錯，哪有可能咁簡單啊？哈！沒怪物啦。規家路人就看得到，嗬，凊彩咪看得到嘅呀。規家路嘅就看得到。好好嘅談哦，一題嗬，連我就談唔到哦。咩，我意思係講嗬，一答案啊，天難，你用心來談。嘿，乜嘅東西3頭2耳8隻腳？嘿，萬路會看得到嘅啊！係啊。我想到咧，唔想到誒。係啊，3頭2耳8隻腳，嘿，唔係查，絕對唔係查。你真係想到嘅啊？想到咧，跟我夾問一題嗬。喂，我不記嚇，肯定俾你談到嘅，而且個問題不記得你啦。我講答案係大屎。大屎？係啊，個過年過節啦，規家路嘅啊，點解老爺拖風包嘅大屎咚咚叉？你講做鬧熱嘅時節，個大屎哦。係啊，一大屎冇合理。因為冇合理。個大屎誒，因為有3頭。係喲，個大屎誒嗬，頭前一個人，後尾一個人，啊，個2、3人加個4頭，唔係3隻頭啦。個2耳。係喲，個3隻頭啦，自然就6隻耳公啊。8隻腳，8隻腳係大屎嘅人妖，加起來4隻腳，加上屎嘅4隻加腳，我咪8隻腳咩？一隻木豬。跟一隻木豬。其他人的木豬咧，嚇？咩嘅？跟有我說，一個吐出來點咧？跟一個沙皮農田每碗極強啊！看到就頂啦。好啦，跟我就搶食牛肉麵就好呀。結果答案係乜啊？你真係想我啲答案？哎呦，跟我就認輸嘅呀。結果乜嘅東西3頭6隻耳公8隻腳，搶一隻木豬。好，我一字嘅答案就係啊。老闆妹拿一條貓誒，坐到3輪茶當杯。我能怪佢，冇合理嘅答案。切，因為冇合理啊！你看老闆妹誒，貓誒，騎3輪茶3頭，唔講嘅呀，有3頭就有2耳。哇！你下等我冇悶啦，我搶悶嘅一隻木豬鳥來。哈哈，我養啊就養到一隻木豬當。講來吃堂課啦，因為啊，老闆妹係毛木，貓係長命貓，騎3輪茶人啊，一隻木豬。